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继续来关心伊朗核子设施去互美军空袭了后，伊朗伫23展开报复，轰炸美军驻卡达的基地。美军讲是无人伤亡，也那总统川普伊讲，伊朗行动进前有先警示。目前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川普拄则宣布，以色列甲伊朗已经完全同意。 双方准备要展开12点钟停火行动，也那说落来，这场为期12天的战争，就会互看作是正式结束。卡达夜空更亮呀，美军驻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附近，也个人听到爆炸声音。伊朗自3回报复核设施被空袭破坏，向卡达发射短程甲中程弹道飞弹攻击。卡达强烈谴责，表示会保留用共款程度直接回应的权利。يمثل انتهاكا صارخا لسيادة دولة قطر. 美国军方甲卡达当局表示，伊朗发射19粒强要被拦截，干1粒落入基地，无造成伤亡。在伊朗发射飞弹了后，真济群众上街路庆祝。الان دارم میگم زدیمتون بازم میزنیمتون که حالیتون بشه اینجا ایرانه سرزمین شیرانه 美国进行伫卡达对美国公民发出就地掩护警告已经解除。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表示，伊朗对咱彻底摧毁因的核设施，正式做非常少的回应。上重要是，因伊朗规个系统正在进出，希望袂有个受分。我感谢伊朗提早通知咱，无得靠伊朗即马伫这个所在实现和平甲和谐。我用积极的态度鼓励以色列安尼做。 美军官员表示，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无正做目标，毋过伊朗一粒对以色列飞弹失效，当时进前触发伊拉克的警报。落下中国甲巴基斯坦想要透过联合国决议谴责美国对伊朗攻击，佮呼吁停火。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ая абсолютно агрессия против Ирана не имеет под собой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и никаких оправданий. У нас с Ираном давние, добрые, надеж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当时，伊朗外长访问莫斯科，普廷阁表示对伊朗支持。伫伊朗轰炸美军驻卡达基地军事行动小可停落了后，巴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科威特已经重新开放空袭。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轰炸伊朗的核子设施了后，伊朗23向美军驻卡达的基地发射飞弹。卡达讲射过来飞弹有砸落来，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而且嘛大力批评讲，这个举动是违反国际法。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影片证实，发射飞弹攻击伫卡达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发文，考察伊朗正式回应这两者一切拢伫意料之中。佮透露，伊朗发射14粒飞弹当中，有13粒被拍落来，剩1粒飞向无威胁的方向被放过。卡达国防部证实，防空系统哪吒这批飞弹攻击，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卡达外交部是强烈谴责。تدين دولة قطر بأشد العبارات الهجوم الإيراني الصاروخي على قاعدة العديد الجوية القطرية. هذا الهجوم يمثل انتهاكا صارخا لسيادة دولة قطر ومخالفة لمبادئ حسن الجوار ويمثل اعتداء على الشرع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暗过伫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伊朗这举动属于象征性质，真可能在攻击进前已经先通知美国甲卡达，目的是要对川普政府甲美军发出伊朗有能力直接攻击中东美军人员的能力消息。伊朗报复攻击了后，美国3大指数拢起，美国全球机会是大到超过7%，创下4月初以来上大一日6个幅度。市场分析认为，伊朗回应比预期较残忍，显示伊朗无意愿也无能力。 对美军进行报复。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各位乡亲，今仔日翻点过2点的时阵发生地震，花莲县府西南边30.9公里的所在，也就是花莲的万英乡，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深度是13公里。花莲县包括西林、光复、甲东门，上大震度是4级；也那南投县的澳万台甲合欢山，上大震度是3级。所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 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全台湾各地高温是32度至35度。气象署针对全台湾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新北、高雄甲花莲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持续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的情形。
也若其他4个县市是温室的灯号，嘛要注意温度可能会到36度。也若天气的形态，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早起中南部有落雨雪啊，过昼都要注意。大台北甲东北部也阁有山区有的所在可能会落雷公雨。最近天气是热热热，伫高雄都有民众家己改装伊的电动车，伊伫个顶悬采亮线，也阁有电风，而且阁徛起路面，结果去互警方开罚单。另外，面对高温，即马劳动部嘛举办预防劳动热危害示范，公布新的指引，希望会当加强防护。民众骑个人行动器具经高雄三都二路甲广东一街即个路段，为着防止拍伤，搁伫车顶装雨伞甲电风，毋过安尼改装搁徛起车路已经违法。未经核准擅自变更装置行为，违反同法第72条第1项，处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安装或改正。民众改装个人的行动器具，因为高雄的日头无法度忍受，骑机车人趁停灯红灯，紧穿防止拍伤的外套，尤其嘛拢装入去冰店吃冰透心凉。接风扇，还有防晒喷雾，还有那种凉感的喷雾，都是很有用，还有穿吊杆。气候变迁、地势极端高温的天气，户外工作者面临热危害愈来愈严重。劳动部举行高温作业热危害预防示范观摩。面对外界关心高温假，劳动部长洪新涵应讲，工作形态无同，拍日假面对的风险程度无同，恐惊无法度全部适用。一体适用的做法是不是都适用于所有全体的劳工？比方说，如果是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其实对暴露的程度比较低。你让他说今天你一定要放假，其实可能对他来说也会觉得有点奇怪。现场喷水雾，劳工穿有电风的假降温。劳动部23公布热危害新版预防指引，其中6大修正重点，除了扩大适用对象，对外送员等变动也是临时性户外工作者提供防护建议以外，也要求户外工作热危害风险属有相关等级者，雇主必须提供降温设备加休困的场所。电塔维修也是监管路树修剪这特殊工作形态，也要求业者提供防护的器具，确保劳工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教育部修正教师停聘、无续聘等等的办法已经1年啊。不过教育界是海惨，因这个新数的制度去向乌白使用，学校被使变作是办案的机关。老师去用调查走总是真忝推，那家长、老师甲学生之间关系嘛变甲真紧张。教育部讲会收集教学现场的意见，来正做修订的依据。来看自由时报，公益亚康者的保护法7月初2要开始施行，明定亚康弊端查到不法事实的人会发奖金。那公务人员若是无代无志，甲亚康者的身份公开，会罚款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过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昨天初审通过新权法修正草案，甲迫害者改名改做是优先式，优先会当坐对象会改掉，若是完成审查会提报议会，目标这个会期来宣布。讲到这设计迫害者，原底是好意，不过却清在传出有老大人甲少年辈为着敢是要让未来起冲突。今麦立法院初审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修法，要甲迫害者改名改做是优先式。另外嘛，甲老人、囡仔甲行动不便的人会当优先来坐这款的讲法，改做是实际上有需要的人拢会使坐。不爱做小孩子不能坐。那没关系，那我们到你们学校去问你们校长。高中生因为坐伫迫害者无让位，互穿红色妇女念甲哭出来，这是顶日发生伫咧公车顶的冲突。因为迫害者的问题，造成长辈和少年辈冤家的情形不时拢会发生，这也互民众对迫害者3个字有无同的感受。因为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不舒服，那所以先改那个也没有不好。不认为说人家一定应该让。不过，只是如果每个人能够有一个善良的心，看到人家真的有需要，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
为着要减少类似的争议，立法院卫环委员会8日初审通过，甲破坏做改名做优先室，另外牌仔说明的部分也由原本的老人、囡仔、行动不便的人，修正做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卫福部认为社会就应该爱互相斗相共、互相照顾的精神。卫福部绝对支持交通部的一个设计，特别是在把博爱座扩大为优先席，我想这个部分是更加的能够代表我们社会爱与包容的一个现象。只是我觉得要有纷争，其实该这种名字都是会有的。我觉得还是博爱座比较好，那个名称听起来就比较温馨一点嘛。针对是毋是要改名，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有民众认为，不管是要改做破坏座，也是优先室，加强教育和宣传，这是上重要的。卫福部也表示，未来会伫公共运输顶悬加强广播，提醒民众甲为让服有需要的人。另外，这款优先室的设置比例修法也定出来，袂当比专车座位数的15%搁较低。希望透过制度和观念的推广，换来搁较侪体谅和包容。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民进党立委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的这个案件是已经终结，检方查到伊涉嫌以假助理铺保加班费等等的方式，不法摕到要1500万。也那因小弟甲地夫也阁有通发市的主持、释放地等等10个人，是以涉嫌犯贪污、背信等罪来起诉。目前林大华因小弟甲地夫是以100万交保，也那释放地是80万交保。今年1月，民进党立委林大华被带到调查局南溪站，伊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自杀定结。林大华、伊小弟地夫甲通发市主持等10人，照贪污背信、公益侵占等罪起诉。共同基于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之犯意联络，合计诈领薪资、助理加班费。检方发现林大华涉嫌找2个假助理，伫做第7到第11届立委的时阵诈领助理费，不法所得超过1473万，也针对5个助理加班费的部分，指定应该还的费用不是新部接受了后，要求助理交回加领的费用。林大华团队照常运作，按过政府服务处台北办公室拢无看到本人。林大华发声明表示，侦查的时阵努力证明清白，会将证据提交法院，争取公道，会全力配合司法程序。因为问心无愧，这段期间对高雄服务、建设争取拢袂当，会用行动证明。10位被告目前也有4人羁押，因为第一波受押期限今日是届满。昨期押庭做裁定，林大华小弟甲姓王的地夫分别100万交保，姓王的会计10万交保，通发市主持释放地80万交保，各禁止甲相关人士讨论案情。因为民进党已经确定高雄市长人选爱进行初选，起诉是不是影响资格呢？涉案当事人他是一个社会知名人士，违反廉政行为会严重影响到民进党的形象。我们并不排除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就会先予以处分。民进党廉政会表示，林大华和2月已经立案，今日6日临时提案讨论，也互当事人有说明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那中选会公告24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案，7月26就要来投票。也有2案等咧审查，有5案爱补件。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预测，第2波罢免的7个拿赢的立委会甲8月23的公投做伙投票。另外，罢免民进党立委李坤城也有陈俊武的人数，因为无达到条件，所以是拢宣布无成案。我们这边努力过了，但是最后抢救失败，非常抱歉。罢免民进党李坤城领衔人宋建良今日会议日正式宣告罢免拢无成功。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武的罢团嘛宣布罢免失败，表示因为真侪因素考虑，决定无送件，国家所有人事用水消处理，确保各自安全。为民服务无分党派，我将会继续来履行当时竞选的承诺。全台各地针对国民党立委提出罢免案有31席，进前中选会公告24席马委罢免案成立，会伫7月26举行投票。各地罢免马委案当中，目前也有5区当伫补件。罢团早起召开记者会，催2阶段补件。
到现在留下来还在补建的中巴，其实真的就是最艰困、最吃力的地方。中巴呢还缺了1500份，才有办法可以送件。各委员也会在他所属各地的这个地检署去提告，正式告发这些大团，他们伪造甚至死亡联署。国民党团这支一改提议二改人数重复比例悬，嘛要提告。那为反罢免并7月2日投票前修法杀民刑法案，包括破坏现金，暗过叫郭建明批评违法违宪。违法现金是违法违宪的，那国家前期为了怕被罢免，哪就会危险嘛？我们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处理普发现金1万元，所以我要问民进党，你们是不是要继续的打？反制大罢免随投票率，选前之夜是关键。国民党一定要伫7月25办选前之夜做势，开刀是众人小真爱所在。郭建明阁预测，第二波罢免的7个单位会甲8月23公投白做伙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中国的乌兰甲江西，这几天啊，遐是落大雨嘛，做大水，其中乌兰的雨量是创下新高的纪录。张家界等等的所在是四界拢淹水，灾情是不了严重，而且还有部分的考生都爱撩水，才有法度去参加高中入学的考试。乌兰双溪区是淹做河，一楼的厝体拢互淹去，救援人员各处两船，一间一间抢救受困的民众。因那伫江西河堤因为龙江的水淹起来，一个市场700担互淹去，救援人员无用力救人。手给我们拉你上船。中国华南地区雨季提早到，连续几日落旱过大水后，地区真侪条河川的水位是大涨做大水，包含乌兰、贵州、江西等所在拢出现大水包围的灾情。其中江西河堤部分地区积水6公尺深，可能引发土石流，互灾情恶化，救援的工作未当延前。乌兰真侪城市降雨量破纪录，其中丽水是发生27年以来上大的大水，救援人员甲救生索啊弹出去，互着伫对岸民众过河，实在是真危险。因为当地有真侪水库是无预警就放水，包含张家界内底有真侪乡镇互大水淹去，民众是真怨叹。这个定呢不在清河，水上来不及了呀，无水河欢迎订单啊，幸好关好了，不用开了，直接翻过去拿水。不用开闸，一单办个单就10分钟就来了。乌兰西部的凉沙关情形同款凄惨，除了道路桥拢断去，厝互淹去，阁有考生何必咧爱游过大水去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有一寡人归去唔考啊。我们打电话，政府这块不管的，两个屁啊！当局是讲，这届落雨是因为气候变迁。也那气象单位表示，这礼拜当地有关会继续落大水雨，呼吁民众避免挖近水道的渠溪，并且做好防灾准备。公司新闻在回民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联邦众议院今仔日口头通过不支持台湾的法案，只是美国运用维基权甲表决权，大力支持咱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 IMF。提及的机关表示，中国可能会透过关税或者是股市来破坏咱台湾的金融体系。台湾加入 IMF 会较有相对应的资源。印度的媒体报道，美国希望因外销去印度的黄豆啊、甲番麦关税会当降低，不过却是去互印度来拒绝。最后两国的贸易协议是出现真大的障碍。对印度来讲，若是无法度甲美国达成协议，安尼印度销去美国的商品会面临26%的关税。来看日本产业市的保健所今仔日表示，有为中国进口去甲日本的四手啊制马灵芝片。查出有日本禁止使用的抗氧化剂，也就是特定基对苯二酚，目前已经下令有12万包爱随落市。镜头转来咱国内，6月份有真侪学校拢咧办毕业典礼，不过即马云林有一间私立中学传出涉嫌讲欺负的学生，有人会当做毕业班的代表，也阁有人摕到校长奖。这受害学生的家长就指控讲，这款的安排袂输对因来讲是二次的伤害。因那学校这边是回应讲，霸凌的事件已经处理啊，涉案的学生嘛确实有改进。原本应该是甘心的毕业季，所好遭到霸凌的学生一度受伤。云林一间私立中学传出，互捌霸凌同学的学生做毕业代表，个人赢校长奖，受害家长看不落去，决定出面指控。让那些霸凌者上台领奖，
那是不是学校是鼓励说，你们霸凌同学没关系，只要后续你们认错改过的话，那学校一样都会让你们影响？你们学校是支持霸凌吗？受害学生的爸爸真生气，生气十件捌互同学造谣师生恋，甚至转告霸凌学生，佫继续到成学校社群平台造谣，认为学校安排甲处理态度，因讲是变相肯定霸凌的行为，互查某囝佫一摆受伤害。所以会叫班上其他同学不要跟你有互动。对，我去跟我的朋友讲，对，然后我的朋友他可能就会害怕下一个变成他了，所以他就不会再跟我比较好。婚姻教育处表示，学校接到通报了，就马上通知教育处，人个加害学生也承认有用话甲网络霸凌的行为。4月互学校拢记者小稿专函伫5月结案。后续就是持续对这个被害人做相关的辅导，并惩处相关的行为人。今年3月霸凌案成立，相关学生记录6月13毕业典礼也互受害家长质疑，短短无到3个月，这小稿就消掉。学校发声明指出，涉案学生了伫校内外有真好的表现，也展现悔过甲改进的决心，拢经完成小稿毕业，这代志也依法处理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高中生，今年伊上市录取台大医学系，也佫有电机系。不过即马煞是去用标出来讲，伊考展的作品，若像是超因指导教授期刊的论文。也若主办单位考考官昨昏嘛做出决议，决定要撤销这个作品的奖项。考考官表示，已经有召开2届的审查会议，也佫请2个作品的作者甲指导老师来说明。这学生确实有做研究，不过伊的数据收集等等有违反研究的伦理，所以决定撤销这个奖项。也若奖状甲奖金嘛拢爱还回来。也若张一仔讲，反省管道无要采取学习历程的分数，所以袂影响录取。台大这边嘛回应讲，会开会讨论这个学生以医学系录取的资格。我来看顶个月伫咧捷运环状线的邦桥站。有一个查甫人，伊竟然伫咧车厢内底食电子烟，去互捷运的人员要求伊就要随落车。而且这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个查甫人伊食的电子烟内底有毒品的成分，目前已经照涉嫌犯毒品条例来甲伊侦办。你现在有带什么？辖区警力到场，捷运站将人动落来，是因为这个查甫人好前交车的乘客检举伫车厢内爆烟。你还有没有其他烟友？面对警方盘查，查某人承认伫捷运上公然食电子烟，烟油成分更加检出含有劣质毒品依托米酯。温男持有电子烟主机，并坦诚吸食2级毒品依托米酯烟弹，所以当场将其逮捕。侦查的行为都伫捷运环状线顶个月底，28岁姓温的嫌犯为邦桥站上车了后，就提出电子烟绑起来，连续坐3站，才伫中环站互捷运人员抓落车。当下警方是以涉嫌毒品条例移送检方侦办。他吐出来的话，那我们就都吸2手烟了，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啊。他们在吸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好像什么都能做，可能会有时候会失去控制，他就会过来来招扰你嘛。就惊食毒会失控，伫车厢伤人。过去捷运也必须发生争议，进前有旅客伫北捷林美路，也有人坐高捷直接爆烟。即摆更加大胆食毒，也引起乘客烦恼，离手毒烟危害警方。还是要取决于说，到底你吸了多久，还有那个密闭的空间多密闭，然后空气中依托米酯浓度是多少？对，那如果说量很大的话，当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伫密闭空间被动接触毒，就安尼调的几率低。另外，敢是会影响身心发展，医师分析，爱看空气中的毒烟浓度，甲接触的时间长短来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警方最近查到有集团伫咧台湾成立空壳公司，也若因卖拢是为中国来寄货，非法所得有达3亿，而且因阁招人提供网络买卖平台虾皮口座，讲安尼会当互因抽头。目前拢总有290个人被骗去提供口座，而且这拢涉嫌犯洗钱防制法。好。仓库内底订满废品，远景一包一包斟酌点数量，内底物件800款，甚至阁有即马上流行的网价。警员对现场甲100件商品查登去。
几落个风格无共款的网络卖场，对生活用品到精品，甚至个违法物品、藏分劫，是虾米拢有。警方最近接到真侪桩寄回交易纠纷，对源头追查，发现是违法的寄回集团，伫两华串联市集卖寄回。那在这个月呢，我们进行的一个北中南的一个空壳公司的一个搜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追查这个仿冒品的一个案件里面，发现有特定的公司去向民众来去租用虾皮账号，涉及到一个仿冒品著作权法，还有一些管制物品的部分。专案是透过主嫌姓张的女性伫台湾成立空壳公司，和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成立的直销公司合作，以若像鸟鼠会方式，动用亲戚朋友招普通的民众出租网络卖场口座，并且以每个月2000块服务费，佮有营收2%抽成，拐着290个口座。专案不法的锁着有3亿，台湾共犯集团是赚600万，出年钱互倒去中国的姓吴的通缉犯摕去。收用、租用这个虾皮账号的一个行为，本身就是违反洗钱防治法第21条的收集账户罪。出租给这个集团的这些所谓的这些290个虾皮账号的民众，他本身事实上他也侵犯，他也违反到了洗钱防治法第22条的提供账户罪。这个寄回集团佮甲民众签3方合约，互人无法度了解口座最后是啥人摕去用。有290个民众的口座全部互利用，也涉及洗钱防治法。针对这件代志，虾皮国尾是回应讲，严格禁止用户出租身份证2号甲口座，并且继续强化卖人身份验证的机制，确保民众买物件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咧台南后壁，最近半年有超过6件狗仔、猫仔，若像是去互偷袭的案件，怀疑讲可能是有人为着要甲流浪动物赶走所致。有民众讲，已经通报几啊届，拢无消无息。因若动保处是讲，因为无证据，所以是真恶调查。狗仔尾仔等主人饲了，700个牵出去社区行打，这款情景伫各地拢通看到。不过这阵伫台南后壁的青寮社区，饲主拢心惊惊，主要因为7个月来才传出上少6件狗仔、猫仔，若像中毒死亡案件。嘛有饲主伫巷仔内找到胶仔色幼粒仔的农药粉，掺鸡骨细骨伫内面。饲主这期是部分居民要赶流浪狗掺药仔落去做脚。附近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排泄物，所以应该他们中的毒应该都是类似的毒。那兽医有说，这种毒其实它并发很快，只要它开始狗狗感觉不舒服、口吐白沫的时候，就是代表它的呼吸中枢已经被影响了。因为它平常本来就会在路上看到东西，就会想要试试看，所以我们就没有想太多，就把它抓回来，牵绳牵上之后继续走。它再走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它就突然开始抽搐，观察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开始口吐白沫，最后就呼吸心跳就停了。饲主讲，伊捌向相关单位反映真侪届，通报了后嘛是无了时。动保处回应，这几冬伫青寮地区确实接到真侪动物中毒案，拢有验出像农药、脱服霜等毒物。不过因为无明确证据，嘛真歹抓嫌疑人。动保处强调，会搁加强农村用药的安全宣导。若发现犬猫疑似中毒死亡，请勿移动现场，立即通知警方。与动保处共同处理。青寮老街是观光景点，嘛是真侪拍戏会来的，逐年拢请侪观光客来遮。这阵动物中毒的消息一传出来，引起讨论。地方嘛烦恼，这款案件若继续发生，唔会伤害动物的性命，嘛有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观光形象。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我来看咱国内包括警犬、搜救犬，也有检疫犬等等，拢总有要加300只的集禽的狗仔。不过因替咱人类做高风险的工课，煞是拢无保险的保障，所以即马农业部要启动集禽的狗仔因保险的制度。今年9月份会开始来试办，按算明年就会强制实施。发挥敏利的嗅觉，地球地每一个表格详细找找。台中市现代警犬队的金箔犬奥迪甲忍者负责大型典礼活动的维安场检，今年5月谢壮文伫清水区的自由车场，都看到因执勤的身影，因为已经达到服役年限，23正式下落警务身份，由热心民众领养。他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帮助我们很多的任务跟工作，也保障了我们多人民的生命跟财产。互警犬体育得到适当的照顾，锁定执行犬也个包括检疫犬、缉毒犬、搜救犬、国防军犬等。
到今年3月底，全国现役有292只集勤犬，为着保障高风险工作之下的动物福利，农业部宣布，甲民间业者合作，启动全面立保制度。我们规划大概9月开始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保险那正式的实施是明年1月1号因为相关的办法在明年1月1号实施。那今年度我们是用自愿的方式。我们的门诊的话，大概是每一次是1200块；住院的部分的话，是每一次有5000块的一个理赔的一个部分。那在手术的话呢，是有6万块给付的一部分。那丧葬费用的话，有5000块的一个给付。目前规划集勤犬保费当年大约1.3万，经费由农业部全数支应，会当结合门诊、大院、手术、相当等费用。台湾家族犬发展协会希望，集勤犬出自公共场所的权益也会当互重视。我们部会的公共办公大楼，他们都会被拒绝进入。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反思的地方。如果我们要使用它们，我们是不是要更有为他们准备的一些措施？台湾家族犬发展协会表示，台湾目前只有导盲犬因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会当自由出入公共场所，不过集勤犬都无法规授权，所以电访技术，呼吁政府会当互因更较侪保障加照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伫台中已经成立超过50年的布袋戏团三星阁，2日的时阵，因的仓库常常发生火灾。虽然讲这团长甲因后生有平安走出来，不过内底差不多3000身的布袋戏红仔是规个拢烧了了，估计损失有甲1000多万。学者嘛讲，即马传统的戏剧有渐渐较衰微，即马阁发生这个灾害，副剧团的经营甚大困难。暂时无意中煞火烧厝啦，规个拢去了，你也免话做媒人啦。副团长甲布袋戏红仔请出来，功夫真杂百，佮家己因前一暗拄着火灾做开害。不过，这个红仔拢互烧甲海去，互人真唔甘。衫喷得真水的吼。哎呀，拢湿的，拢去啊。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三星阁伫台中西屯的铁厝仓库发生火灾，火势拖家无法度收煞。警消出动30多人，开1点外钟才大火拍花，大约3000身的红仔拢乌有去。团长表示，说来表演定就受影响。是拄着像安尼，我就头壳惊。咱若安尼足认真拼就过关啦。咱嘛是咱的基础要拍好啊。车上木偶就至少70-80尊了啦，因为那个在车上的一定装备一定要更好一点。团长表示，戏团经营到今超过50年，伊的老爸自细汉就向布袋戏的大师黄海带学技艺，准备传承给第3代的后生。伫中部大市场的庙会时走透透，唔拿表演也做文化的教学。为着应用时代，加布袋戏加入真侪新的元素，想要到煞拄着火灾。学者表示，现代社会咧变，过去互看做是着摇五乐的传统艺术，也渐渐衰退。加上即马佮拄着灾害，互经营佮较困难。这些传统剧团面临最大的问题，整个社会形态改变那个你一演出，不管是布袋戏、歌仔戏，一开始路过跑了矿机、飞机、矿机，民众又开始报案。那现在休闲娱乐越来越多元，所以相对的他们就演出的机会就会减少啊。亲像云门舞集加纸风车剧团，进前也拄过火灾。立中市文化局表示，除了互因慰问金，也协助剧团申请文化部的技能补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若伫高雄的盐埕，有一栋超过50年的老厝，2楼以上已经敢若剩壳壳尔。最近，阁互民众检举讲，因的外口壁闭开，而且这更紧是看现现，还阁有幼会落落来，实在是真危险。目前工务局是讲，这栋建筑物被随发生危险，不过有限制因伫咧30天内就要改善，若无会甲因罚10万块。高雄盐埕大勇路顶馆这栋5楼馆的老厝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1楼是在地有名的机能糕店，不过若对2楼甲看起来，规个厝村空壳，西桥的壁面有真侪所在已经闭开，更条拢看现现。最近都民众检举，讲有壁幼落落来真危险。工务局20去看也确认是事实，新函文限期改善。23下晡会同3大工会技师针对厝体结构是毋是有危险性来进行会勘。现况并无立即倒塌机理结构尚属完整，
那另外有关外墙部分混凝土脱落部分，公务局将于明日函请建筑所有权人限期改善。老厝的所有权人嘛是鸡卵糕店的头家，伊讲因为惊有壁友落落来牵着人，一楼特别用钢棒做泥钱来防护，原地要做阿鲁米汤，因为想讲鸡2年要全部重建，才一直放咧无叮当。阮家己的厝啊，伊蔡医师嘛是阮的亲戚，阮孙啊。啊，这是还佫差伫倒？啊，都时间还未到，阮就要讲好势就就会去啊。啊，你有按算当时要去？有啊有啊，当时大概在2、3年吧，2年后吧。根据了解，因为想要做一摆登记，所以厝主进前已经将4块连登的厝地拢买起来。目前是因为其中一户地厝的买卖一直讲未成，才会让这栋楼仔厝一直维持这款模样。厝主讲，只要双方讲好，连面就会当启动重建。不过工务局也是要求厝主重建进程要承受保壁面。记者柯家主区招用高永昌报道。来看彰化县府的办公大楼头前有免钱的电动机车充电站，不过却是有人摕来充手机啊，害这电动车无法度通充电。县府讲大楼内底其实是会当充手机啊的，呼吁民众唔通占用电动车的充电站。彰化县政府第2办公大楼头前有设免钱的充电站，是电动机车专用的临时充电站。但是有民众伫网络反映讲，伊的电动机车要充电，插座却互人占用去充手机的电，害伊无通充电。记者实际来到现场，虽然无看到占用电源的情形，不过有民众认为，若是电动机车专用，就无应该摕其他的物件来充电。伊的使用上就是要用这款的。你就是互这款来使用，这种车这样来使用，唔好参差在一起啊。县府社会处、劳工处甲户政所拢伫咧第2办公大楼来遮办代志的民众多，有袂少时段甲行动无方便的民众是骑电动机车来的。为着配合环保减碳，嘛互民众方便，才会设电动机车专用的充电站。县府表示，1楼户政所都提供手机充电的服务，千万唔通占用电动机车的充电站。我们会立即过来做劝导，那我们也会加强宣导哦，民众要使用所有的这个充电站是用电动汽车使用。使用者如果为目的外之使用，就属于未经过设置者同意的使用行为。那这时候会构成我国刑法第323条之窃取电能罪。有律师提醒讲，使用者若无经过提供单位的同意，就伫专用插头充其他物件的电，是违法的行为。另外，彰化县府表示，稍后嘛会加强宣导，希望民众珍惜公共资源。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咱来看今年的金曲奖，这届台语作品内底有真侪风格，而且题材嘛真多元。台语台这礼拜有一系列的专题报道哦。今仔日咱要先来看有入选台语最佳男歌手等等奖项的杨淑豪。这届入选的是伊的第2张专辑，叫做《像咱这款人》。因为伊本身嘛咧做老师，常在拢会看到一寡家庭功能无完整、较弱势的囡仔。伊甲这个故事写入去歌内底，想要替这个囡仔来发声，嘛，互大家听到无共款的台语歌。无人听的囡仔，大爱的陪你无算啥，大汉的时间安怎变化，无人讲会听。这首歌唔正经，用歌词写囡仔为着生活爱提早出社会，未来歹暗算。杨淑豪唔但是音乐创作者，嘛是劳动高尚的中文老师。伊讲定会看到破碎的家庭对囡仔影响。杨淑豪的台语专辑《像咱这款人》，甲这个故事写入歌词，嘛记录侪上中规定的伤痕、社会观察和台湾文史。今年伊入围最佳台语男性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奖等等两种4项。可能对高中开始就要开始去打工，伊的生活开始甲一般伫读册囡仔可能就无啥共款，所以只想要甲安尼一个角度甲记录落来，后去看讲咱即马这个社会到底是啥物款的状况。杨淑豪对大学毕业就转到宜兰故乡教册，今年30岁，从细汉就爱唱歌，对高中开始写诗、写散文等等，定受到文学奖的肯定。像咱这款人是杨淑豪的第2张台语专辑，伊讲伊所想要做的台语音乐，都是家己个的文化底底唱给世界听。金曲奖这的台语专辑百花齐放，我感觉我代表的某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要将台语这个文化，用我现代我学习到的流行音乐的这个
一寡know how也好，也是技巧也好，想要甲语言的文化表达的特殊性，放伫我的音乐内底。杨秀和表示，学生会听伊的歌，嘛希望透过音乐替家庭功能无完整的囡仔发声。伊嘛甲专辑内底最后一首歌《混着》当作是送互学生的毕业歌，希望鼓励囡仔毋通惊青春时期目睭的土沙甲运命的伤痕。双脚要起踏，心爱抓好定，过去今晚拢顺行。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宜兰报道。台语歌听煞，咱来看汤艺中心打造3出全新为囡仔制作的布袋戏，而且佮专工邀请儿童剧团做伙来创作，希望互囡仔听囡仔这会当感受布袋戏的水，也佮有认捌布袋戏的文化。虎爷新手修炼300档，足样的，甲家己就是万兽之王，非常厉害，认为家己应该会使进入仙班，无想着讲叫人分配去细细土地公庙实心，互伊非常痛苦。我的名叫做李金海，做海的，海了啊！李金海，不是啊，内底拍火。台顶搬布袋戏，互囡仔看了笑嗨嗨。负责演出的是来自云林的真云林节中中剧团。剧团在民国64年创立，团到今已经第2代，是团长李金业的花。为着要互囡仔爱看布袋戏，李金业也特别和团结中心合作，打造一个属于儿童的布袋戏剧。其实上介重要就是咱要安怎，互囡仔会当接受。因为咱伫外台戏，伫一般大人看的，就是咱设定，就是大人看有的嘛。啊，比如讲我伫其中内底就，哎哟，恁祖妈来哩咯，是毋是安尼囡仔就会模仿？团结中心自去年推广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推广计划，今年加3个优秀的剧本摕来做演出，由3个布袋戏团推出来全新制作的儿童布袋戏。团结中心也特别邀请长期咧做儿童剧场的武达幼儿剧团来做技术的指导。我们等于是第一个看到这出戏的观众，然后我们可以回应说，我们看到有什么感觉？我们觉得哪些部分可能这个比较不适合孩童的一些笑话或者玩笑。团结中心表示，这3出的儿童布袋戏自6月23到25，伫咧台湾戏剧中心就通看到。另外，第2届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推广计划嘛已经启动啊。团结中心希望会当继续透过剧本的精选，通鼓励更较侪优秀的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61岁民众，平常时伊拢是坐伫办公室咧无闲的。为着要减少去便所的时间，所以伊茶嘛食少，不过却是引起结石。医师就讲，咱台湾每10个人都有1个人有结石，尤其是伫咧热人，结石发病患者是增加1倍。主要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水啉了无够侪。天气稍热，就算伫咧室内上班，共款爱注意补充水分。台中有一个61岁吴先生，因为工课无闲，久长坐办公室，为着无爱上便所加麻烦，就较少咧啉水，煞致使腰子结石发病。腰突然开始酸痛起来，很严重的酸痛，这样，那他就认为应该是结石又复发了，所以就去到附近的医院。医师表示，这个患者本身的体质就较会结石啊。今年3月接受体外浸泡，不过这结石啊，毋若无消毒，颠倒引起腰子肿化。转诊了后，做软式输尿管的镜手术，才大大恢复。医师嘛解说，伫咧台湾10个人当中，都有1个人会结石啊，尤其是30岁到50岁的人。其中男性是女性的2-3倍，若当年热人结石发病患者是平常时的1倍以上。有时候会啦，但基本上会尽量想办法喝到冰水。我水就是会备在旁边，所以就会提醒自己一天的量要喝多少。营养师嘛讲啊，若准以体重50公斤的人来看，1公斤爱啉30cc 的水，安尼1天就爱啉到1500cc 的水。水若啉无够，就会致使石甲血浓度上高，增加结石的风险。肾结石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摄取水分不足有关系。一旦我们水喝得太少，尿液浓度排不出去，我们这些饮食中的沉淀物就容易产生累积。营养师表示，结石的成分大部分拢是钙质甲草酸的结合，所以唔若爱食啉水，一钙嘛唔通啉伤济，嘛要注意这盐莫食伤济，才会当避免结石的风险。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卫福部最近核准2款针对早期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新北市的阿东病院已经有头一个患者咧接受治疗啊。这2款药啊，拢是会当减少脑内底的类淀粉2倍，会当让神经退化的速度变较慢。不过，这连续治疗18个月，都要开150万。都有民间团体呼吁，希望健保嘛会当来给付。白纸火大，斟酌注射，这一步有可能正做失智症疾病的一大步。卫福部最近核准2种针对早期阿兹海默症的创新药，乐益宝甲新地乐，新北市阿东纪念病院第23透早抢先注头一下。爸也是有失智的问题，那他从一个轻度的失智到一个严重的失智，这个部分我们都有看过。如果这个药可以让他可以再多个5年或10年的生活品质，是很值得的。83岁查某病人正做全国头一例，家属分享讲，因为厝内已经有失智症的个案，所以对相关的议题特别注意。1年前，经过患者家己讲记忆变歹，后续经过长暂的扫描，才确定是失智症。若初步评估，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检查满分100分有92分，建议身体量表30分有28分，是属于轻度认知的障碍。我们并不敢讲今天补上的这一个拼图，能够实质上有意义的改善大部分的患者，但它终究是一个实证医学验证过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期待，能够带出来更多的关注。过去的药物只是一个症状治疗，现在真的针对疾病的流程做治疗，很高兴。那这届核准的2种药啊，拢是透过清掉脑中致病的类淀粉2倍，延迟神经退化。那66%注新地乐的患者，大约伫1年了后，会当完全清掉类淀粉2倍。那其他是需要1.5年左右。不过这18个月疗程，都需要150万。其实像这个月有一些癌症的药物，也在类似的一些免疫疗法的药物，虽然1年200万，也是健保开始在给付了，所以希望健保能够及早的去思考这些病患的权益。统计台湾失智人口突破35万人，其中7成正做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安怎面对高龄化的疾病，也正做医疗重要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款甲健康有关系的消息，在美国纽约有一群侪伙人，最近因开始接触椅仔顶的瑜伽了后，因拢认为讲安尼运动比较较安全，嘛较袂受伤。根据研究，侪伙人若是练瑜伽，对筋脉的训练也佮有平衡是真有帮助。而且上班族现在都爱坐咧、屈掉咧，一天若是会当做5分钟椅仔顶的瑜伽，嘛是一种袂歹的选择。对教练的指导，学员先练身体做瑜伽，毋过详细看，因拢是坐伫椅仔，这是最近受到老大人欢迎的椅仔瑜伽。You're stretching your whole body. I mean, you're getting all the joints at one point or another. And also, what you can do in a chair is that it's a little bit more forgiving on the knees and on the hips. So as you age, it allows you to get into positions that you were doing standing with the use of the chair and then being able to really do the pose without hurting yourself. 这学生已经特别80岁，伊甲几个女性过去都是真爱瑜伽，即嘛年岁较大，介绍椅仔瑜伽，毋但袂受伤，也可加强脚的筋脉力甲平衡。I took it up because I have osteoporosis. And the chair yoga is much easier.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s much about falling and breaking anything. Not everything. It is not as difficult 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but it's not easy. And you really do use your muscles. It's an excellent workout. 瑜伽运动起源伫5000多年前的印度，伊当时有修复心灵甲身体锻炼的运动。过去10年。瑜伽伫美国大流行，椅仔瑜伽同款受到欢迎。根据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练习瑜伽的18岁以上大人比例是16.9%，其中18岁到44岁女性占上悬。教练龚胜潮表示，希望男性也来上课兼练习。
in group classes in general, whether it was an exercise group class, you know, a weight-bearing class or yoga, you tend to see more women. Women tend to be more group-oriented. I would love to see more men in class. I do have a few. I don't know if they're intimidated, but you know, it's a great way to meet women if everybody's single. 过去常常到老人联做会，其实营养瑜伽真温和，适合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在政府的上班族，更较需要这种随时应做运动。教练就建议每次做5分钟的营养瑜伽，比每礼拜做一摆1点钟，效果较好。上重要是马上就开始。Start, and if you want to start where you can really feel like you're confident and in control, start in a chair. 公司新闻电话前朋友。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